足。先一开始来关心新竹县德北发生起爆，昨暗举办第2届的协调会，县长尤文科无来，是副县长陈建贤来参加。2届结奖会室内，嘛表示1个月内会按照住户要求，找第三方赶紧完成规栋大楼的结构鉴定，嘛会赶紧修理水电假事，让住户通紧登去住。2案德北起爆案开第2遍大户协调会，新竹县长尤文科人无来。副县长陈建贤伫咧会议中2遍行入会室内，再次的向我们所有亲爱的市民朋友一鞠躬抱歉，增加了我们很多困难，对不起。对副县长的道歉，大会的情绪一番正激动。到底什么时阵才能登去出来，也唔知。我们的住户现在是安置在各个地区，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住多久，费用到底要怎么收。这几天其实很多住户都陷入了恐慌。我们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而且我们现在今天的要点是，你们开始就要补偿我们的住宿金。我们的坚持点就是一定要1个人就是2000块。其实我讲比较难听一点，你还是要接受。错不在我们。即马上赶紧爱做的是先解决因大的问题，大楼结构安全的鉴定也要赶紧做。新竹县政府公务处讲，会找第三方鉴定，按算1个月来交报告。判定这个大楼初步看起来是没有受到这次的气爆而影响到它的结构安全。新竹县的建筑师工会的成员愿意来帮忙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鉴定。一般程序上大概要1个月的时间才能把整个完整的报告做出来。当然，我们希望它越快越好了。我们目前的沟通费用都有一个结论了啦，大致上住户也都同意。大户加县府已经有初步的共识，这个人希望鉴定报告加大楼补强会当赶紧做好，让大家会当量早登去厝内。记者综合报道。